各位早晨，請大家聽我讀一段聖經，《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7節，《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7節。27節咁樣講：可是我告訴你們這些聽的人，要愛你哋嘅仇敵，要善待恨你哋的人，要祝福咒詛你們的，要祝福咒詛你們的人，要為凌辱你們的人禱告。有人打你的面，連另一邊面也由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連內衣也給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給他；有人拿走你的東西，不要討回來。你們想要人怎樣待你哋，你又要怎樣待人。你哋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可以感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們若善待那善待你們的，有什麼可感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是這樣做。你們若借給人，希望從他收回，有什麼可以感謝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給罪人，要如數收回。你們倒要愛仇敵，要善待他們，並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你們的賞賜就多了。你們必作至高者的兒子，因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你們要仁慈，像你們的父是仁慈的。各位，當我哋讀呢段經文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引起好多人嘅爭議。有人認為咧，呢一段嘅經文係強人所難嘅道德標準，係一種退縮消極嘅行為，係一種忍辱負重、不求爭取嘅生活態度。更有人批評呢段經文係一個 impossible ethics， 一個不可能嘅、不可實踐嘅一啲嘅倫理，一種高不可攀嘅行為標準。但我個人嘅觀感咧，佢係相反嘅。每一次讀呢段經文嘅時候咧，都有好強烈嘅挑戰感，並且引起一種積極嘅行動，而且咧係再一次咧感覺得神需要我哋做多一啲，比別人做多一啲嘅強烈要求，或者係要我哋多行一里嘅行動。嗱，馬太福音第5章41節咧有同樣嘅教訓，但係加多一句，就係有人逼你行1里路，就同他行2里。嗱，其實呢個就係基督教所講嘅第2里路主義，充滿着積極嘅思想同埋進取嘅行為。耶穌嘅誡命咧，冇咩比愛我哋嘅仇敵呢句說話咧引起更多嘅討論同埋爭議。在能夠遵守之前呢，我哋必須明白當中嘅意義。嗱，我在講道當中咧，常講到我哋咧聖經裏面所講嘅愛咧係有幾種嘅愛，有一種叫做 eros， 有一種叫 storge， 有一種叫做 philia， 一種叫做 agape， 4種嘅愛。eros 係咧係呢個咧親情嘅愛 ，storge 咧就係咧係情慾嘅愛。philia 咧弟兄姊妹嘅愛，但係咧agape嘅愛咧就係無論別人點樣待我哋，我哋咧都要以至善嚟對佢。嗱，呢個咧係我哋愛一個人嘅時候，冇想到應唔應該愛，而係咧盡可能嘅愛。呢種愛心咧係屬乎上帝俾我哋一種嘅標準，而係至高無上嘅一種嘅愛心，以慈愛嘅心去實行。呢個咧係一個挑戰嚟嘅，係一個唔容易實踐嘅。但係咧，世間上確有呢種嘅愛。耶穌基督所表現嘅愛就係agape式嘅愛。嗱，我哋唔能夠以愛自己至親至近人嘅愛去愛我哋嘅仇敵嘅。嗱，呢個係理所當然，係咪？我哋冇理由咧係將愛我哋嘅親人嘅愛去愛我哋嘅仇敵㗎咁。嗱，其實呢個係咪強人於難呢？咁嗱，我哋所愛、我哋所痛愛嘅人係不能自主嘅，而且咧係情不自禁嘅。
好似話咧墮入情網嘅時候咧，呢種嘅情意咧，我哋係每個人嘅經驗到嘅。但係對仇敵嘅愛咧，似乎咧係唔係單乎咧係呢個咁樣嘅理念嘅噃，而係咧要藉着耶穌嗰啲嘅恩典，不斷嘅鞭策自己去愛我哋嘅仇敵。嗱，所以咧講到呢度，一定要大家要思想，我哋唔好就咁聽咗就算數。呢個係我哋嘅挑戰。喂，究竟我哋愛唔愛得我哋嘅仇敵咧？咁人家打你一邊面，你讓佢打第二邊，有人話咩話？我打翻佢兩邊啊！嚇，你叫我行喺你度，我一句都行唔行啊！我咧就坐呢就傻啦咁啊！或者話借我件外衫連底衫俾埋你啊！我一啲都唔借俾你。嗱，有陣時咧，我哋覺得用咁嘅態度，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啊，猶太人嘅觀念咧就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啊！所以咧，你去到以色列咧，你知道咧係佢哋嘅國家四周圍都係敵人，後邊就係海嚟嘅，但佢仍然咧可以咧生存。點解？最大嘅原因就係佢用呢種嘅報復嘅心理。嗱，耶穌咧當時講呢番説話嘅時候咧，可以講得話咧係冇人贊同嘅，而且咧係得到好多人嘅抗議嘅。嗱，咁所以啊，我哋今日研究呢個道理嘅時候咧，一定要思想第一，基督教嘅倫理係咩倫理咧？係一個積極嘅倫理。佢內容咧並非一啲可以做嘅教條，反之咧係引領我哋去做嘅原則，一種原則。耶穌賜俾我哋嘅金科玉律咧，係吩咐我哋待人如己。嗱，呢條律例咧，在好多人嘅手中咧，係以消極嘅態度嘅在信條當中出現。嗱，比方嚟講，一個偉大嘅猶太嘅拉比叫做係希列。嗱，佢有一次咧，有個人叫佢單住隻腳企喺度，嗰段時間，你睇下你自己單隻腳企喺度有幾耐時間嚇，可以企得幾耐？佢就你要講出猶太整個律法當中最重要嘅係乜嘢？嗱，希列咧就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個就係律法全部，其他咧都係注腳而已。最緊要一樣嘢。嗱，另外一個亞歷山大嘅偉大嘅猶太人咧，叫做菲羅嚇，佢話自己唔願意承受嘅痛苦，唔好妄諸他人。好啦，另外一個咧係希臘嘅著名嘅演說家伊索拉克佢話別人所作嘅使你痛苦憤怒不已，呢啲事情啊，你唔好做喺他人身上。嗱，仲有呢個斯多亞派Stoics， 嗱，佢咧講咩咧？佢話一個基本嘅條例就係你哋唔願意別人點樣待你，你又唔要咧咁樣待人。嗱，大家都係知道咧，佢猶太人嘅教義有咁樣嘅睇法。但係孔子點講咧？孔子佢話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嗱，孔子咧被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他回答：反求諸己，庶幾近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嗱，孔子係聰明，即係聰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自己唔想嘅就唔好咧施人身上。但係呢個教訓咧都係落喺一種消極嘅形態當中。你睇下耶穌點講咧？你哋願意人點樣待你，你係點樣待人。嗱，唔係唔想人點樣做，你願意點樣人待你，你係點樣待人。嗱，呢個係一種積極嘅態度。嗱，基督徒嘅操守嘅精義係咩咧？唔係禁止我哋唔做惡事咁簡單，而係積極嘅進行一啲咧係行善做到最好嘅為止，呢種嘅終極嘅至善。嗱，唔係話我唔犯罪就得啦，唔係，而係叫你唔犯罪之外，仲要做更好嘅嘢。嗱，今日好多人誤會咗。嗱，我咧禮拜日翻嚟做下禮拜，聽下講道，奉獻1/10係點話咁點啊？夠啦，係咪啊？未啊！佢願意你做更多。哇！原來咁緊要嘅，神嘅要求咧，我哋做得更好。
第二咧，基督教嘅倫理除咗係一種咧係積極性之外咧，基督教嘅倫理係建基於比好還要多一啲，比好還要多一啲。大家都知道英文咧有幾個字，一個叫做 fair， 一個叫做 better， 一個叫做 good， 一個叫做 best， 仲有一個咩啊 excellent。 嗱，原來咧基督教嘅倫理咧係基於咧比好還要更好。咁咧我就想到香港有兩間有大字開頭嘅快餐店，嗱，佢兩個係兄弟嚟嘅，咁啊成日比賽啦。咁我知道而家有一間咧比較另外一間咧係成功啲嘅咁，但係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佢哋咧係大家咧係用啲口號嚟爭取更多嘅顧客。有一間話做足100分，聽過未啊？聽過啦，做咗100分。喂，咁仲有咩好啊？夠啦，係咪？做咗100分。你估另外一個點樣同佢挑戰咧？嗱，原來咧寫住挑戰無盡分，犀利未啊？挑戰無盡分，做咗100分仲未夠，仲要挑戰無盡分。冇錯，呢個咧就係基督教嘅一種咧，係比好還要更好嘅一種。嗱，你如果單愛你自己愛你嘅人，有咩報酬咧？聖經話罪人都咁樣做啊，咁有咩啊？有乜嘢比人好一啲咧？咁嗱，所以咧，耶穌話你要愛你哋嘅仇敵啊，愛多一步更深嘅。嗱，耶穌嘅問題就係你比一般人好得幾多咧？咁嗱，其實呢個係第二里路主義，亦係咧多行一里嘅挑戰。嗱，其實咧，今朝早我都提過呢個題目，不過咧內容有啲唔同啦嚇。嗱，其實啊，呢個第二里路主義咧係叫你多行一里嘅挑戰。嗱，耶穌嘅教訓咧都係咧要求我哋多行一里個噃，有種催逼感。嗱，佢要求我哋守誡命，但係更加要我哋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上帝，更加要愛人如己。不但愛人如己，梗係愛仇敵。你睇下幾緊要嘅，一步一步嘅。嗱，即係話咧，呢個盡字係可圈可點嘅。仲有佢要求一個少年嘅財主撇下一切跟隨佢，但係仲要做咗一啲。如果你讀路加福音知道咧，唔單止撇下一切跟隨佢，更加咩啊？背起十架嚟跟從佢。耶穌又話：凡稱呼我主啊主啊嘅人，都不定進天國。唯有遵行天父旨嘅人，又更多一啲。嗱，當門徒工作冇果效嘅時候，佢要求佢哋做多一啲咩啊？開到水深之處，開到水深之處。門徒問：我饒恕人7次夠唔夠啊？耶穌話：70個7次，即係無盡次啊！70個7次，即係話咧7次夠唔夠啊？仲唔夠？唔夠啊！仲要做多一啲。佢對彼得更加有強烈嘅挑戰。佢話：你愛我比呢啲更深喎，你愛我比呢啲更深喎。嗱，佢要求啊，我哋學像抹大拉嘅瑪利亞點樣啊？毫無保留嘅奉獻，將真哪噠嘅香膏完全嘅打碎，膏抹耶穌。當年有人想申請做佢個門徒，點知咧好多個咧都唔合格。有啲人話我翻去埋葬我嘅爸爸，有啲人話我同我屋企人道別，有啲人話我又點樣跟隨你？耶穌話：狐狸有洞，天空嘅飛鳥有窩，但係我連枕頭嘅地方都冇啊！你跟從我，有冇諗清楚啊？咁咧跟住咧佢哋講好多條件啦，不如我做呢樣先啦。講下條件先啦。耶穌點話？凡負咗例向後看嘅，不配做我嘅門徒。哇！你係幾嚴厲呢？仲有佢要我哋行窄路進窄門，佢要求我哋呢係建基在磐石上邊，唔好沙土上邊。佢要求我哋呢唔好同惡人作對，有人打你呢邊面，俾嗰邊面佢打；有人拎你件外衫連底衫俾埋佢，除非你行1里路行夠2里。嗱，佢自己都係行第2路嘅實踐者，佢走上十字架，但係不怨不尤
不咒不罵，行完第一里，佢更加祈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佢所做嘅佢哋唔知道，佢得勝嘅行完第二里。嗱，各位，我越想越多，越想越多，原來多行一里呢係我哋嘅挑戰。各位，今朝早呢，我特別向堂區領袖同埋呢每位弟兄姊妹發出挑戰，我哋啊要多行一里，就係要更深嘅愛主，更深嘅侍奉，更深嘅信靠，更大嘅行動，更積極嘅工作。所以頭先你哋上嚟再一次立願，第4次啦，唔係講少嘅嚇。你琴晚良今日講4次啊，咁啊記住你應承過嘅嘢嚇。嗱，各位，原來啊神需要我哋做多一啲，做多一點點。我記得咧有一次韓國一間教會請我去主持培靈會，哇！呢間教會咧我真係非常嘅感動。原來韓國咧係嗰啲教會嘅發達咧，真係得人驚嚇。仲有咧係佢哋嘅熱心亦得人驚。嗱，韓國人咧佢有一種習慣咧，就係好團結性嘅。全個韓國所有教會禮拜3晚有祈禱會嘅，仲有所有教會喺教會咧個天頂度梗有一個紅色嘅呢個霓虹十字架。如果你晚黑去到呢個首爾咧，你見到咧好好睇，響黑色嘅天空當中咧有無數個紅色十字架喺度嘅。嗱，你試下夜晚飛去首爾，你見到啦。啊！佢哋係咁樣，哇！紅色嘅十字架冚唪唥咧都係好靚，仲有噃，所有教會由禮拜1到禮拜5，每日朝頭早5點鐘晨禱會，5點鐘，喂，我哋仲瞓到腳腳聲啊，係咪？5點鐘，喂，唔係幾個人嚟，坐滿晒人嘅。點解我知道啊？原來咧個牧師咧挑戰我。佢話：李牧師，不如你另一次早禱啦咁。我話好啊咁啊，我咪嗱，原來咧佢牧師樓就喺禮拜堂樓上嚟嘅，好似我哋一樣。但係咧佢個牧師樓靚好多啦，啊，靚過潘牧師住嗰度好多好多嘅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佢哋真係對牧師非常好。哇！我喺度住真係唔知幾舒服嚇，又佈置得好靚，又好舒服。點知咧應承咗佢，我係唔錯，死啦！5點鐘講道，一生人未試過噶嘛，咁咧就好醒瞓啦。點知瞓到4點鐘，突然間扎醒，聽到有唱緊歌，我話死啦！今次瞓過籠啊！即刻換衫，即刻衝入去。原來咧係4點鐘咋？點解4點鐘有人唱歌？原來4點鐘練緊詩啊！練緊詩啊！你幾點鐘練詩㗎？啊！4點鐘練詩。咁咧到5點鐘，我哋講笑啦。原來佢哋咧個早禱咧，嗰啲人唔係坐喺凳嚟，冚唪唥屈膝喺地下嚟，盤膝。哇！你俾我盤一陣間，我腳都痹晒。但係佢哋個個都咁盤膝嘅，而且咧唱歌咧以你到不得了。哇！真係咧好感人，坐滿晒人嘅，我好感動。我話呢個係我一生人第一次5點鐘講道。講完之後6點鐘嚟，準時6點鐘散禮拜1個鐘頭。然後咧個牧師話：你牧師你翻去瞓覺啦咁。咁我話瞓到幾點鐘啊？9點啦咁。我話你係咪咁㗎咁？我都係嘅咁。我話佢哋咧咁，佢哋翻工㗎啦。咁我話佢哋幾點鐘瞓㗎咁？佢就笑一笑，佢話你唔好問啦，總唔知佢哋係咁樣㗎啦咁。嗱，我好感動喎！呢間教會。呢間教會1971年得172人，到嗰年我去呢已經6萬人，你感唔感動？6萬人啊！仲有佢呢係派咗121個宣教士去4個國家參與宣教嘅工作。哇！我真係咧好感恩。為呢個教會點解咁犀利咧？就係佢哋比要好，仲要更好。嗱，各位，其實我哋都在生活當中應該咁樣。我哋日常生活當中有不如意嘅事幹，能否多忍耐、
多信靠。在苦難當中能否保持喜樂平安？在仇敵面前能否仍然愛佢？在平凡嘅生活當中表現不平凡嘅信仰。嗱，呢個係多行一理嘅表現。在成功榮耀嘅時候，我哋保持感恩讚美同埋謙卑，呢個係行多一理嘅表現。嗱，在信仰當中，今朝早咧，我讀過彼得後書第一章，同大家一齊讀嘅就係我哋要分外嘅殷勤，有咗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咗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咗知識又加上節制，有咗節制又加上忍耐，有咗忍耐又加上咧係敬虔，有咗敬虔又加上愛弟兄嘅心，有愛弟兄嘅心又要加上愛眾人嘅心。嗱，各位，呢啲就係比好更好一啲，仲要加多一啲，一路加上去。我記得咧，我講呢段經文嘅時候咧，我啱喺香港堂有一次咧，我講呢段經文講到，咁咧我係專登做一啲咧係 gimmicks 啊。點樣咧？喺香港堂嘅樓梯級度，每一級就寫一樣嘢，就係首先信心、德行、知識、節制、忍耐、敬虔、愛弟兄嘅心、愛眾人嘅心。啲人話牧師做咩樓梯級一級級咁樣啊？我就俾你試下一級上去，一級上去，一級上去。嗱，呢個咧係俾人體驗到咧，原來咧今日佢哋講，我哋聽，佢哋聽到咧就係我講呢個信息，俾佢一級一級嘅增長。呢個係比好還要更好，做多一點點。嗱，在侍奉嘅當中一樣。喂，首禮拜讀經祈禱，你又好叻啊？第一你嘅咋，係本分嘅咋。在生活當中見證主，願意委身。今早我向好多弟兄姊妹挑戰，我哋獻身，我哋投身，我哋委身，一步一步啊！委身係咩啊？我哋廣東話叫瞓身啊！我哋咧年青嘅時候咧，好中意咧聖誕節夜晚報佳音，報佳音嘅時候咧就唔翻屋企噶啦，響禮拜堂瞓傾偈玩宵夜。嗱，喂，有冇瞓過禮拜堂先？嗱，我話瞓過嗱，唔係叫你瞓禮拜堂叫做瞓身啊！你真係瞓身響度咧，係侍奉主。我成日提醒年青人，當你瞓身嘅時候咧，你無往而不利。嗱，再睇馬其頓嘅教會，哇！我哋讀呢段經文嘅時候好感動。馬其頓嘅教會供應聖徒嘅事上邊咧，行第二里路。嗱，當保羅呢個保羅見證佢是馬其頓咧，眾信徒咗大試煉嘅當中，在極窮嘅時候，佢哋不但咧按住力量樂意捐助，走完咗當走嘅第一里，而且咧佢哋再三嘅求，過咗力量，願意咧捐得更多，佢哋走第一里更加咧已經精疲力竭啦。但係佢自動嘅額外嘅樂捐，走咗第二里路。嗱，佢哋嘅愛心不但叫受惠嘅人咧感激涕零，而且咧叫歷代嘅教會深受感動，望風興起。各位，韓國有一個老人家，大家知道有班美國嘅遊客去到韓國嘅鄉下，見到個老人家推個泥嚟耕田。美國人咧好幼稚嘅，好衝動，即刻影相。哇！原來韓國用人耕田嘅，我哋咧唔用牛啦，已經用機器耕田，佢用人耕田嘅。點知咧韓國人好自尊心好重，個導遊即刻話：各位朋友，你唔好亂咁講嘢。我哋韓國人唔係用人耕田，但係你知唔知呢個老人家？我哋喺呢個地方好尊重佢。原來佢間禮拜堂俾風吹爛咗，而家要籌錢起翻個屋頂。佢賣咗自己隻牛嚟到咧捐獻俾禮拜堂，自己推住個泥耕田。啲美國人聽之後，個個又感動起上嚟咯。哎呀，係咁樣啊！我同佢影幅相添啦咁。你諗下咧，呢一個咧係俾人感受到乜嘢叫做做多一啲。頭先我講緊禮拜堂，韓國禮拜堂啊，我問過牧師，佢每個月嘅奉獻幾多錢咧？就係平均港幣30萬元每個月。佢仲講有啲教友連自己屋都奉獻咗出嚟支持教會。各位，一陣間
個獻金袋遞到你前邊，你奉獻幾多咧？嗱，我唔會睇你奉獻幾多，但係在平常人講，諗下我個袋裏邊最細嘅章係幾多咧？最細嘅 con 係幾多咧？揸住個手抌落去，唔好俾人睇到。有時我講得可能太過分啦。我話有陣時我哋去酒樓茶室食飯嘅時候，俾 tips 仲多過俾上帝。各位，保羅俾我哋個非常好嘅榜樣，佢傳福音，佢係靠福音養生，唔係好似我哋係靠教會嘅支持，俾我哋可以有生活。佢係織帳棚嘅，佢叫人不花錢得到福音。佢兩隻手又粗又劣。嗱，當佢喺岸上以弗所同長老分別嘅時候，啲人睇佢話睇佢伸咗兩隻手嚟，佢話我兩隻手係常供應眾人嘅需要。所有嘅長老都喊起上嚟。各位，佢係一個福音嘅使者，願犧牲自己，多走一里，叫眾人呢係求幸福。一旦分離嘅時候，好似失咗慈母一樣，點能夠叫人唔喊起上嚟呢？所以聖經話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係聖潔嘅，係上帝所悅納嘅。各位，我哋在日常生活當中對人對事能否做多一啲啲，多行一里呢？下邊有幾點我要向大家發出挑戰嘅。做多一啲係咩呢？多一啲嘅寬恕，多一啲嘅關懷，多一啲嘅交託，多一啲嘅信服，多一啲嘅體諒，少啲嘅批評，多啲嘅鼓勵，少啲嘅論斷，多啲嘅祝福。只有祝福，不可咒詛。因為你用咩量器量給人，又邊用咩量器量給你？在苦難當中保持喜樂，在仇敵面前學習寬恕，在平凡生活當中活出不平凡嘅信仰。我哋嘅教會亦要做多一啲，多行一里。各位，我哋在傳福音嘅工作上邊有冇做多一啲啲呢？各位，我退休咗10年啦，有人話我揾嚟做嘅，又搞個佈道團 MEM， 但我講俾大家聽，我覺得佈道唔係講下算數。有人批評我哋循道會冇佈道嘅，我就做俾佢睇下。我哋嘅佈道係多元性嘅，我有話劇，我有魔術，我有歌唱，我有見證。講俾大家聽，我在退休至到而家，佈道團成立，今年第9年啦，專第10年，我接觸咗16萬人，有1萬幾人信耶穌，有無數人重新決志。我感謝主，我唔係響你哋面前表揚自己，而係感謝上帝。因為如果你唔做，就冇人做，係咪啊？你幫我人做咩咁？唔係啊，你行第一步先啫嘛，人哋就可以繼續嚟做。各位弟兄姊妹，一陣間盧牧師會有啲嘢俾大家睇下嘅，俾大家挑戰。夾住周刊度有個11奉獻嘅挑戰，各位你可唔可以做多一啲啲啊？可唔可以做多一啲啲？各位，關於佈道工作上邊，我希望你大家為我祈禱。各位，唔係容易噶。如果大家在禱告當中支持我哋，在奉獻當中支持我哋，我相信我哋嘅佈道工作更加蒙神嘅悅納。一陣間我又要去機場，我去呢係以色列拍攝一個特輯，恩語之聲係拍攝嘅。我啱11月去，唔能夠參加你哋嘅週年紀念，點解又去啊？咁今次係唔係玩嘅，唔係帶隊嘅，而係咧真係咧要錄影。嗱，今次馮寶寶跟埋我去，嗱冇幾耐你哋喺電視上面睇到。各位，我真係咧今次咧推咗好多個聚會，
啱啱唔知點解呢段時間咁多嘅10幾個聚會，我同恩語之星嘅負責人話：不如我唔去啦。但佢同我講：牧師啊，你知唔知啊？全球嘅華人會聽到你講嘢。我覺得，喂，有乜辦法推啊？呢個係上帝俾我嘅機會，做多一啲。各位，今日你哋接受呢個託付，各位，我希望大家今年記得行第一里係本分，係世人嘅路；行第二里係本於愛、本於信、本於我哋應承上帝託付嘅責任。所以請大家記住，多行一里係一個蒙福嘅途徑，因為咧，我強調你多做一啲，上帝會加多啲俾你。你話咩話？上帝俾我做多啲嘢啊？咁唔好講笑啊！你越做越有嘅，越做越有能力嘅，越奉獻越多嘅。你知唔知道？呢個係我幾十年嘅經驗。各位弟兄姊妹，我祝福大家，希望大家在呢間堂嘅裏邊，大家真真正正嘅唔好再斤斤計較。各位堂區領袖多做一點，各位弟兄姊妹多行一里。我希望我哋嘅教會能夠在未來嘅時日當中，真正好似我頭先講韓國教會一樣，從172人增加到6萬幾人。唔係講人數，而係講個熱心嘅程度。各位弟兄姊妹，第一里係義務，第二里係盡愛心，第一里係生活嘅準備，第二里係生活嘅見證，第一里係靈命嘅操練，第二里係打美好嘅勝仗，第一里係靈修禱告。你有本靈修嘅書好難得，但係第二里路係身體力行，第一里路係扎根嘅生活，第二里路係開花結果。各位，願主俾大家有力量，在今年嘅侍奉當中更加結出美好嘅果子，榮耀天父。我哋同心祈禱。天父，求你幫助，你提醒我哋要多做一點。求你俾我哋知道，多行一里係你託付我哋嘅挑戰，俾我哋知道越做越有，越做越多，越俾係越有，越付出你賜俾我哋嘅福氣更大。主啊，求你使用我哋，幫助我哋，願我哋今日每一個受託嘅都能夠承擔使命，完成託付，榮耀主嘅名，奉基督聖名祈禱。